羅馬書1章24至到32節，咁呢度咧係有3個任憑嘅，咁任憑咧就係即係神咧任讓佢哋犯罪，但係其實咧係冇挽救佢哋啦，讓佢哋受到即係罪刑啊，其實好慘噶。咁好啦，第24節，所以神任憑他們逞着心裏的情慾行污穢的事，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體，他們將神的真實變為虛謊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。主乃是可稱頌的，直到永遠。因此，神任憑他們放縱可羞恥的情慾，他們的女人把順性的用處變為逆性的用處，男人也是如此，棄了女人順性的用處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貪戀，男和男行可羞恥的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這妄為當得的報應。他們既然故意不認識神，神就任憑他們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，裝滿了各樣不義、邪惡、貪婪、惡毒，滿身是嫉妒、兇殺、爭競、詭詐、毒恨，又是讒毀的，背後說人的，怨恨神的，侮慢人的，狂傲的，自誇的，捏造惡事的，違背父母的，無知的，背約的，無親情的，不憐憫人的。他們雖然知道神判定行這樣事的人是當死的，然而他不但自己去行，還喜歡別人去行啊！